Hello，各位現場嘅朋友、各位嘉賓、各位委員、各位街坊朋友，大家好，下午好，歡迎晒現場所有嘅朋友，歡迎大家出席今日由灣仔區防火委員會、灣仔民政事務處以及香港消防處合辦民政事務總署贊助嘅2025至26年度防災應急活動日灣仔，我係今日嘅主持 Agnes 梁文婷，大家好。今日咧，我哋嘅活動非常之豐富，咁啊，除咗有兩邊嘅攤位遊戲以及消防處咧特別安排嘅應急示範之外，咁啊，場內咧亦都設有消防以及救護車輛、消防工具展示區以及兒童嘅消防制服攝影區等等。同埋呢個時候咧，我哋有請以下嘅嘉賓先嚟到台前，咁啊，將會稍後陪同我哋一眾主禮嘉賓上台，現在分別有請灣仔區防火委員會主席周潔冰博士 SBSMH， 社區應急防火嘉年華工作小組召集人李國喜女士，副召集人蔡宏基先生，防火宣傳活動工作小組召集人新彭子君博士，以及副召集人林國明先生 MH。接住落嚟，我哋會邀請今日嘅主禮嘉賓，亦都有請分別企到台前。首先，我哋有請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游斌先生，灣仔民政事務專員張雁玲太平紳士，香港消防處分區指揮官港島中陳國明先生，以及香港消防處救護監督港島東鄭德成先生。再一次多謝所有貴賓，或者現場嘅所有貴賓們可以逐一嚟到台上面就座啦，有請慢慢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哋感謝我哋一眾嘅貴賓咧，今日一個星期日，咁啊特意抽時間嚟到我哋現場對我哋活動作出嘅支持，多謝晒咁多位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有請。而家典禮上咧，大家見到啦，我哋有消防應急灣仔做到，代表住灣仔區嘅防火委員會，希望同大家可以齊心合力，攜手共建安全社區。